大家好，歡迎收睇歡樂世界。今日我哋會講下香港最新的主要問責官員變動。在昨日，陳國維辭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一職。等我哋一齊了解下呢件嘅事件和回顧陳國維嘅公職生涯啦。政府免職公告指，國務院根據行政長官李家超的建議，1月27日決定免去陳國維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職務。李家超同在行政會議前見記者時，指陳國維因身體理由提出辭去職務，並表示如陳國維的身體情況允許，也希望對方留任，但理解其情況。他亦感謝陳國維在政府工作和作出的貢獻，並祝願他身體健康，一切順利。現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胡健民署任局長職務。李家超指，現時正努力物色適當人選接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表示，未來數日將會公布合適人選填補相關空缺。目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和常任秘書長職位均出缺，令局內的執行迎來挑戰。陳國維1987年4月加入政府，當時任職人民入境事務處，其後2016年4月獲任命為入境處處長，2020年4月獲任命為第5屆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並在2022年7月1日獲得續任，服務香港特區政府約39年。任內負責推動特區與內地的聯繫、合作和發展，統籌特區政府落實國家"十四五"規劃，推動及參與大灣區建設。另外，亦督導選舉事務處，配合選委會舉辦多場選舉，包括完善選舉制度下嘅第8屆立法會換屆選舉。當中，第8屆立法會換屆選舉整體過程，不少建制及社會觀察人士認為，這次選舉雖然制度設計更完善，更能體現愛國者治港的原則，但在具體推行和宣傳層面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陳國維任內的表現卻未達理想效果。選舉原意是要加強社會凝聚，促進居民對新政制的理解和支持。然而從最終的投票率、社會回應以及選舉日的整體氣氛來看，成效明顯未如預期，反映主責政策局在動員、解說及市民溝通上的策略存在不足。實際上，第8屆立法會換屆選舉是完善選舉制度、綜合法案落實後的首個大型選舉活動，對於展示新制度的穩健性及民主發展方向具有重大象徵意義。中央對特區政府的期望十分清晰，要以制度優勢、管治效能和穩定局面向社會釋出信心。然而陳國維領導下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籌備安排中未能充分把握這一政治任務的重要性。舉例而言，有市民反映政府宣傳內容過於概括，缺乏具體案例解釋新選舉制度如何強化施政效能，加上宣傳渠道偏向傳統媒介，未能有效吸引年輕一代關注。這種重形式、輕引導的手法，令不少市民感到與選舉脫節，即使支持愛國者治港原則，也難以在情感上產生參與動力。此外，在選舉動員與後勤安排方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被批評未能充分協調不同部門的工作。以選舉事務處的執行效率為例，部分地區的投票站安排相對分散，交通不便，導致個別選區出現投票率偏低的情況。更重要的是，社會整體氣氛的營造被動且保守，局方未能主動引導輿論，積極塑造正面氛圍，反而令外界質疑新選舉體制的社會接受度。雖然香港社會經歷動盪後急需穩定，但穩定不應等於沉默，政府應以積極作為帶動群眾共識，而非僅依靠制度本身去保證成效。更值得反思的是，陳國維任內對年輕人政治教育與國情宣講的推進力度不足。新選舉制度確立了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但如何令市民特別是青年群體真切理解、認同甚至投入其中，卻需要持續有策略的引導。可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這方面並未展現足夠前瞻視野，即使推出了少量宣傳短片或教育講座，其內容偏向條文解釋，缺乏引人共鳴的案例與故事。建制派人士多次指出，特區官員應以政治使命感推動選舉工作，並以更貼近基層民意的方式講好香港民主新道路的故事。陳國維的表現顯然與此目標有距離。對中央而言，第8屆立法會換屆選舉是檢驗愛國者治港機制能否落地的重要試金石。投票率雖不再是唯一衡量標準，但仍反映社會整體的政治參與度及信任水平。陳國維未能在政策銜接與輿論引導上創新突破，使得整場選舉在程序順利之外，缺乏民心回響。某程度上，
這暴露出他作為政制事務主要負責人的執行風格偏向行政管理，而非政治領導。香港回歸以來的政務文化一向強調紀律與務實，但在一國兩制新階段，對問責官員的要求已不僅是依法辦事，更包括能否主動化解社會疑慮，凝聚共識。雖然陳國衛長年服務政府，熟悉體制運作，但政制事務的挑戰已非一般文官思維所能應對。從立法會選舉的經驗可見，他面對輿論攻防及傳媒質詢時表現過於保守，未能即時以清晰、具說服力的訊息回應質疑，導致政府政策立場被曲解或誇大。這種反應遲緩的現象，在今日多元資訊與社交媒體時代，顯然不合時宜。對支持特區建設、維護國家利益的人士而言，這正是政制部門應該改革與提升的警號。然而，批評歸批評，整體而言，陳國衛任內仍維持了政制工作的基本穩定，只是他未能在關鍵時刻作出突破，未能把中央寄望的制度自信轉化為市民的政治信任。建制陣營中不少聲音指出，未來新任局長應更具政治觸覺與群眾工作經驗，既要懂得以理服人，更要以情動人，確保在政策推行與公眾溝通上雙線並行，方能真正實現香港特區新階段的高效施政。放眼未來，中央一直堅定支持香港完善選舉制度，確保權力掌握在真正愛國愛港的人士手中。要令這一政策更深入人心，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角色嘅關鍵。陳國衛在第8屆立法會選舉中的經驗，不論成敗，已為香港政府提供了寶貴教訓，制度穩定只是基礎，民心回復才是關鍵。只有令市民理解新制度的歷史必然勝於現實利益，讓愛國者治港，從政治口號變成社會共識，香港的政制發展才能真正行穩致遠。總括而言，陳國衛嘅請辭標誌住香港政制發展進入新一階段。佢長年喺政府服務，為制度穩定同中央合作打下基礎，但同時亦反映出未來官員喺政治觸覺、社會溝通同民心工作上仲有進步空間。香港喺完善選舉制度嘅路上，唔單止要保持法制健全，更要凝聚市民共識，令新制度真正成為推動發展同穩定嘅力量。未來新任局長點樣接手，能否平衡好政治信任與施政效能，將會係社會各界關注嘅焦點。多謝大家收睇歡樂世界，記得訂閱、點讚、分享、留言分享你嘅意見，下次再同大家探討更多社會熱話，再見。